师父在讲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，各位，我们为什么要念佛的道理？临终念佛的效力，这种效果的力量到底有多大？我们知道嘛，人生在世啊，修福为先呐，生死海中念佛第一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念佛。现在我讲一个公案给各位听。从前有一个出家学道的人，他证得了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宿命通，还有神主通啊，并且断除了所有的烦恼。他成道之后，凡是对他有恩的众生，他都用神通和智慧去救度他们。只有他自己的母亲呢，竟然在地狱当中没有得到救济呀，因此他想尽各种办法要来救母亲出离苦海呀。当他入定观察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位曾经杀害父亲、篡位自立的国王。再过7天以后，他就要死掉了，而且死后呢，他所受到这个业报的地点呢，刚刚好跟他母亲在同一处的地狱当中。那一天晚上，这一位罗汉呢，运用神通，然后进入这个王宫里面，在国王寝室的墙壁上面现出半个身体啊。国王见到他这种模样，心里非常恐惧啊，他便拔刀向他砍去。不料呢，想不到这个刀子竟然掉落在地上，而墙上的罗汉却仍然屹立不动啊。国王知道他必定是一位得道的高僧，急忙叩头谢罪啊。罗汉就问这个国王：“你是杀害父亲、篡夺王位的人吗？”国王说：“是的，是的。”罗汉又说了：“我知道你的阳寿在阳世间的寿命只剩下7天，你死后会堕入地狱，所以我特地来告诉你呀。”国王呢，这时候立即苦苦的哀求罗汉来救他。罗汉就说：“只剩下7天的寿命，如果你要做大功德，恐怕时间来不及了。如果你能在这7天里面专心一意的来念佛，不要间断，那么你就可以免掉这一场灾难啊。”国王听了罗汉的话，果然啊，他就一心拼命的念佛，7天当中都没有懈怠哦。死后他的神识仍然很清楚，知道他自己到了地狱的门口了，于是他赶紧继续的念佛。但是说也奇怪哦，才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，但是这个炎热的地狱突然就清凉下来了，各种刑具啊，要处罚那些器具啊，顿时化为乌有。那一位罗汉便趁机现身，向地狱众生说法呀。而罗汉的母亲、国王以及所有在地狱受苦的这些众生，在闻法之后，都一起脱离开地狱苦海啊。各位，我们人在世间的时候啊，你念佛未必能够深切去了解念佛到底会产生什么功德，或者产生什么利益，对你有什么帮助，你没有察觉。但是在地狱当中，或者是你平常在走路的过程当中，只要你念一句佛号，所有你的祖先呢、冤亲债主，或者是路边的孤魂野鬼，他一看到马上肃然起敬，对你非常非常的恭敬，他不会随便的干扰你、伤害到你。所以念佛不但能够消业障，可以增福慧，甚至有起死回生的功效。譬如啊，一个人已过世12个小时了，本来他的表情都很痛苦、很难看，后来有人帮他念佛的名号阿弥陀佛，念了几个小时以后，那个死者的肢体变得很柔软，表情也变得很好看，甚至于还面带的笑容。这是藏佛不可思议的加持力所产生的。死后12个小时哦，才帮他助念，都有这么大的效果，何况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就一直帮他念佛，那效果当然更大了。所以佛才告诉我们，这个名号代表阿弥陀佛的生命，代表阿弥陀佛全部功德的浓缩。如果你念一句佛号，消81劫的生死大罪，你念佛之后，佛力给你加倍，名号的功德接引你到西方，直接了脱生死，成就道业。所以各位，念佛太殊胜了，念佛对众生人人都能够具备，人人都能做得到。
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念佛，我们要好好的、认真、不可以懈怠的念佛，建立绝对的信念。念佛，阿弥陀佛绝对救度你，永远不放弃你。好，我们今天将这个公案给大家互相来勉励，我们大家来精进念佛。感谢各位，南无阿弥陀佛。